对了，你跟你婆婆处得怎么样啊？相当的好，不是一般的好。哦，好嘛，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？那小子呢，对你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嘿，又吵架了吧？你这是钱回娘家呀？啊？没关系，爸爸这扇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，在爸爸这儿住个10天半月的，非让这小子哭着爬过来请你回去。我不信他不服软。啊，来了，嘿嘿，嘿，帅哥好！好，两位美女好，小偷等你们呢，快去吧啊！你俩真行，这么晚了还能把我拽出来？开玩笑，有我们俩出马，还有什么事情搞不定啊？是不是啊，多多？就是。你得信任我们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，事情就差写在脸上了。是不是跟杨康又吵架啦？他俩不是天天都吵架吗？是不是这2天没吵架，觉得浑身不自在？哎，不会这回事情很大吧？哎呀，赶紧跟我们俩说吧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我们俩肯定能帮到你的。我离婚了。什么？这点事儿就离婚了？看我干嘛呀？跟我又没关系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怨不得其他人。桃，你这结婚是火速，离婚简直就是光速啊！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不？哎，真的去办了离婚手续啊？真服你们俩了，我觉得我已经够潮的了，跟你们一比，我已经 out 了。当初你们俩爱得死去活来的，杨康也指天发誓，这怎么可能就同意跟你离婚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本来只是顺口说说的，提出来吓唬吓唬他，没想到他就同意了。他是一同意我就来气，或者一来气我就一气之下就……我的天哪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叫……现在后悔不？我从来就没服过谁，这回真是服了你们俩了。哎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杨康也太有问题了。这怎么说，他也是结过婚的人吧？怎么女人的心思一点都不明白呢？杨康有些方面就是没有小桃成熟，男人呢本来就比女人成
成熟的晚，你知道吗？那是。反正离都离了，过段时间想要的话再追回来，不想要了再换一个。你没说的那么轻松啊，3斤萝卜1斤菜。也是啊，这感情的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交织在一起，不知不觉爱上了你，难道一切是天意？只要想起了你，心就会跳得紧，为爱付出所有，我想什么烦心事儿呢？咱得快快乐乐的。只要一句快快乐乐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太阳公公早啊！崭新的人生现在开始，雷小桃，加油！哎，桃儿，晚上回来吃晚饭吗？啊？晚上等我下班买菜回来就行了啊。我就爱听这句话。拿着，吃吧。走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儿子啊，收东西呢。哎，儿子啊，那你收啊，早饭做好了，你出来吃啊，快出来吃啊！准备好了，赶紧出来吃了。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还在看呢，真是的。这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着急，还有心思看报？这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。哎，要吃什么才像你那么淡定啊？吃你做的菜。切，没正形。哎，给你啊，就不要担心了，说不定啊，过2天他们又复婚了呢。哎，你说这现在孩子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婚姻大事在他们眼里就是3斤萝卜2斤菜的事儿啊。我也不理解，也许啊，这就是说的那个所谓的代沟吧。哎，2位，红令。哎，你干嘛还给他送去啊？你让他自己来取呗。妈，您是不是还想损他2句啊？我跟您说吧，人家嫌您儿子穷，看不上您儿子，还说的什么呀？啊？他跟你离婚是嫌咱们家穷啊？哎，杨康，你别胡说。谁胡说了？就是因为这个。哎，儿子，你干嘛呢？啊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发愤图强，我要蒸蒸日上，我要日新月异。哎，我要开创属于我杨康的时代。儿子，你没事吧你？啊？我说杨康，你这赤膊上阵，又卷裤腿儿，是不是要去钓鱼啊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大口大口的吃饭，我要大把大把的抓钱。哎，您二老就等着数钱数到抽筋儿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好儿子，你终于又振奋了。必须的。哎，美女老妈，陪你儿子用膳吧。那是当然。笑什么笑？吃你的饭。来，用膳。哟，我什么时候换了那么漂亮的女秘书？给，老规矩，没放糖。谢了。但我现在喜欢加1颗糖。哦，这么快就换口味了？男人的变是朝夕之间的事儿。是吗？那你这一次是变回来了，换回来了，还是在凑合？咖啡是咖啡，
人是人，别扯远了。真苦。你说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么多的男人，怎么就瞅你瞅不够？那个郑明磊，看一眼就心烦。请别把人跟畜生相比，好吗？你怎么还是那么刻薄啊？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快下班了，一起吃晚饭吧。行，出去等我。好。你放心，我天天在这儿卖。新不新鲜啊？挑吧。安排一下明天的会议。好。哎，你秘书呢？你希望我们约会带着他吗？不希望，我是觉得你想的真周到。我不仅工作出色，跟女人相处也很出色。系好安全带。好。欢迎光，你干嘛去了？面试去了。面试什么公司啊？你穿成这样？不是说这女孩子长得漂亮是法宝吗？谁知道那公司老板是个女的呀？结果就因为你穿得漂亮，面试失败了。郁闷呢。真有你的。哎，你联系小桃了吗？我打电话他没接。有啊，他好像在忙工作方面的事情，还不错。哎，我约了杨康一块儿去吧。啊？作为小桃的死党，我觉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有必要找当事人好好谈一谈。我这身份不合适吧？也对，万一人家觉得你幸灾乐祸就不好了。就是，你去好好说说他。我觉得他们俩就是在闹别扭。哎，说实话，有气息不？说什么呢你？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跟我你就说实话吧。行了，没事，赶紧走，耽误人家工作，赶紧走。对。就算再想，也不能伤害小桃。哎呀，不行了！换刚才那首吗？这种音乐不适合开车。我开车就喜欢听这种音乐。不要。跟了我，要改掉以前的公主毛病。女人听男人的，这个道理不懂吗？真霸道。好吧，就依你一回。这怎么了？就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有你这样的吗？干嘛打人啊？不长眼睛！啊！小女孩，你干嘛呀？哎！干嘛？你倒是给句话，你怎么赔？本来就不是我的问题啊！你的动什么小啊？这里是直行，你能拐弯吗？你还给我上交通法的课？你有理说理，没事干嘛打人嘛？我这叫打人？好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打人。你看有人看不过去了吧？哎，你谁啊？哥，他欺负我！欺负呀？打我呀？打呀？怎么了？你是他哥是吧？好啊，你看怎么个赔法？这多大事就是没商量。
小刀，上车。哎，我是当事人哎。叫你上车你就上车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上车。哦，好的，哥哥。谁让你进来的？经理，你别生气，我待一会儿马上就走。谁是你经理啊？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嘛。经理，您别误会，我跟罗毅我们俩绝对没有关系啊！你有资格有吗？没资格，绝对的没资格。喂，你赔了他多少啊？真的不是我的错。1分钱没赔。还是你厉害。谢啦。喂，你去哪儿啊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有车。你干嘛？喂！谁伤着人就万幸了。喂！别捡了。为什么不捡啊？我自己钱买的。叫你别捡就别捡。让他下车。给我坐着。罗毅，今天要么他下车，要么我下车，你看着办吧。有必要想这么玩吗？我没有跟你玩。下车。二位千万别为了我伤了和气啊！我只是路人甲。坐回去。哦。罗毅，你混蛋！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去哪儿？回家。哪个家？就你第一次去的地方。我第一次去的是梁多多的家。那就是你第二次去的地方。为什么不回丈夫的家？好像跟你没关系吧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怕我的丈夫看到我跟别的男人。行了，我懂了。喂，等一下。干嘛？我是怕你在里面磨时间呢。这里是菜市场，又不是游乐场，磨什么时间啊？挺难用。怎么了？
不认识了？有点憔悴呀。何止憔悴，那叫做沧桑啊！我呢，再怎么样，也是一个有过经历的男人。那复婚吧，正好再加一个经历。哎，小桃，让你来找我复婚。想得到美啊！哎，那他没事吧？你都不要他了，还关心干嘛呀？哪是我不要？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，他那个牛劲儿上来，是个男人，根本招架不住。再招架不住也不能离婚吧？怎么说你这个丈夫也是合情合法的管他吧？现在呢，你就是光荣而伟大的前夫了，再管他呢，就是骚扰。糟糕了，没想那么远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啊，为了小桃的幸福，你们得帮我。小桃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也没看见她有多幸福呀。怎么会呢？幸福的时候你们没看到。是吗？那还到了离婚这个地步了？那是失误，复婚迟早的事儿。这么有信心呢？我杨康能娶到她第一次，就能娶到她第二次。是吗？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现在他身边可是有一个既帅又有钱的男人在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那混蛋？这下好了，啊，他们在一起，我管他，就是多管闲事儿。岂止是多管闲事儿啊！你那是拆散有情人。冲动啊，冲动是魔鬼。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哎，彤彤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怎么样我才能复婚？骗，哄，要不直接绑架吧？真是。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啊？2块1斤。啊。西红柿车里不是还有2个？我爸最爱吃西红柿炒鸡蛋了，2个怎么够啊？你会做菜？相当会做。怎么，派不起人啊？好嘞，这个怎么卖啊？5块。哎呦，这么贵啊！这个呢？那个2毛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喂！你有病啊！这么点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？不行，不行！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到底想不想复婚了？我想的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哎，我可是玉树临风盛潘安，一朵梨花压海棠的杨康啊！我吐。哎，你说我怎么就被小桃弄得魂不守舍，找不着北呢？你就说句实话，到底还爱不爱我们小桃了？爱，认真点儿。哎，喜欢吃鱼吗？你快点买。看你应该不笨吧？跟我一样经常吃鱼。这个8块6，算你8块。好，谢谢。这是你男朋友吧？长得真帅。我怎么会有这种男朋友呢？他是我哥。老雷这家伙什么时候又多了个儿子呀？认领的呗。老雷发财了啊！
领养了这么大个儿子。给你钱。哎，好。哎，等等我呀，哥！哎，等等我呀！喂，等等我啊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，开不起玩笑啊？以后你要再敢跟我开这种玩笑，我对你不客气。那又怎么样？哎，喂，是不是个男人啊？我提这么多东西很沉哎。彤彤，我知道你为我们好，但是呢，这种事情吧，靠不得别人帮忙，让我们自己折腾吧。也许小涛说的对，我们两个都应该冷静一下。别冷静到他心里装了别人了。要是他真的那么容易爱上别人的话，那就证明他不是我的。哎，这离婚还真是离对了，感觉你一下子就成熟起来了。你想成熟吗？你的意思是让我也去离婚？得，为了离婚呢，我明天一早就去结婚。行了，我们这是血的代价。等你有了男朋友啊，你呢，一定得拉长时间，了解清楚了再结婚。言外之意，我们家小桃没看清楚你？别，我是例外。哎，彤彤，我这段时间呢，在张罗开个店，啊，准备为自己弄个工作室，再弄些网络方面的业务。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过来帮忙。这事儿靠谱，我再考验考验你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以考虑投资。你？投资？这时代真是变了，女人比男人都能忽悠了。这个也很好听哦。干嘛？你怎么一点烦恼都没有啊？啊？怎么没有啊？一大堆呢。不过烦恼是烦恼，我是我，我们相互共存，但是不影响。看我干嘛呀？看前面，我这漂亮的小面可在你手里面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怕虫子的人。你没见过的事情还有很多。那你还怕什么呀？怕你。哎，还记得上一次你去我家吗？我什么时候去过你家？我那是喝醉了嘛。那你呢？我买你昨晚的记忆。雷小桃，这么说，上次那个带我回家的人不是你？当然不是我啊，是多多。哦，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拜拜。哎呀，罗儿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去。哎，伯父，罗儿，到家里坐坐吧。啊，哎，爸，他……你爸在邀请我。对，你不会拒绝啊？桃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，嘿，罗总，请到寒舍一坐啊。好。爸，
人家可忙呢。我不忙，我一点都不忙，而且正好我的肚子饿了。正好，来。伯父，那怎么这么无的？这么怕我去你家吗？谁怕了？我们家很破，迎接不起你这种贵人。来，走吧。父叫去。哎，想吃点什么啊？我回来喽。哎呦，儿子回来了，妈给你买的葡萄，你看。哎，你老公呢？吃了饭就出去了，也没说去哪儿。一会儿啊，妈给你送过去啊，好不容易心情好点，免得看见他心里又不舒服。没什么，不就送个东西吗？早送早省心，免得呀这心烦。我洗个脸去。哎，雷小桃，雷小桃，今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在家里哭得眼睛发肿，不用发肿，只要我看到你不开心，哪怕一点点，我就把你请回来。爸啊，咱家酱油呢？没了。没了。你这几天没做饭吗？我一个人做什么饭啊？哦。罗伊呢？他进我卧室干嘛？他。喂。啊？哦，喂，你确定你结婚了？要不要给你结婚证看嘛？好啊。喂，谁让你动我东西的？我愿意动是你的荣幸。我吐。谢谢你啊。谢我？是啊，谢谢你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类人的房间是这么的简陋。切，你以为你的房间很好吗？充满了铜臭味。来。怎么？给我写情书啊？真能痴心妄想。这是你上次帮我爸交的住院费，还给你。我什么时候帮你交过住院费啊？哦，该不会啊，还有一个有钱人在默默地对你好吧？真的不是你？要不然就是你传说中的丈夫。他哪来那么多的钱嘛？行了，出去。不是你去做饭吧？你不是说你做饭很好吃吗？今晚我就检验一下。你先出去，在外面等我。哎呦，难不成还有其他秘密吗？都已经结婚了，还怕啥？桃儿，帮爸打酱油去。等一下啦，去帮我打酱油吧。我帮你去打酱油？开玩笑吧你？哎呀，你去啦，起来！哎呀，去啊！出来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买。你弱智啊，连酱油都不会买。哎，这是客人啊！什么都不干就想吃啊？买不回来，今晚就不许吃。哎，人家连小卖店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怎么买啊？对，我真的不知道在哪儿。难道没张嘴啊？不会问啊？丫头，属于啊，到底去不去吧？好啊，一起去。白日做梦。要不我陪他一起去？但我要去了，我肯定买酒。哎，不准喝酒啊！那你不去我就去，我要去了，我当然就要买酒了，是不是？走啊！是不是其实觉得我真的很帅？帅，就知道帅，帅能当饭吃啊？当然，如果长得帅，找工作也好找啊。虽然我不用找工作。你给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对我有企图啊？当然，我这个人活着本来就是有企图的，我企图扩展我的视野，遍布全球。我告诉你，
我指的是对我。对你，本来就没什么余地，还是个已婚妇女。已婚妇女？难道不是吗？已婚妇女？我是已婚妇女？多么完美、完美、无懈可击的一对儿啊！哎，你请我喝可乐好不好？不要。小桃，你男朋友啊？他不是我男朋友，我不认识他。哎，都认识那么久了，请喝杯可乐有什么？不一瓶可乐嘛，婶儿请你喝。谢谢婶儿。这么多年了，头一回看小桃带男朋友过来。桃儿，你第一个男朋友这么帅呀？哎呀，婶儿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婶儿再见。哎。人长得帅啊，不仅可以当饭吃，还有可乐喝。别误会啊，他可是给我面子。哎，你跟你丈夫都结婚了，怎么邻居都没见过？我们平时不在这玩啊。在哪？你管得着吗？管得着？管得着是个地方的名字吗？在国内？切！哎，你这个女人一定在撒谎，是不？你根本就没有丈夫。喂，你现在有调戏良家妇女的嫌疑，我可是标准的已婚女士，请与我保持距离。哎，你是在玩穿越吗？这又不是在古代。喂，你放开我！住在外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去里面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嘛？啊，好了，这是友情的拥抱，千万别误会啊！谁跟你友情啊？哎，你再敢动的话，我让你想得更多。走了。哎呀，罗总，能采访你一个问题吗？来，知无不答。如果不是我结婚了，我一定怀疑你喜欢我。可是，请问你喜欢我吗？我肯定不喜欢。很好，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因为我感觉啊，欺负你特别爽。你，哎，干嘛？别乱来啊！怎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全世界只有我罗毅才有欺负你的资格。我呸！你呸个给我看看。你眼睛里有虫虫。我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这是3岁，我带他去动物园拍的，看猴去了。这时候看着漂亮，像你有点人样了。哎，爸，都说女大18变，你怎么跟以前一模一样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让小博多了解你啊。哎，还有一半没看呢。伯父没关系啊，下次来再看吧。哎，也好。来日方长，是吧？来日方长。我告诉你，谁要再来我家，就是死猪、烂猪、笨猪、臭猪！哼！烂猪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样。这菜来。哎呀，够了，您吃了，您吃。哎呦，够了，真的够了。公筷，公筷，真讲卫生。来，哎呀，老话说得好，无酒不成席。这儿来一瓶白酒往这儿一放，你说？伯父，没关系，下次我们外面喝，我请。太好。哎，我爸不会喝酒啊。小茹，
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是酒仙呐！来，爸啊，赶紧好好吃，再不吃我生气了啊！